大家有冇聽過殘疾人士超市免費送貨呢？只要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，就可以向勞工及福利局申請百佳同埋惠康超級市場免費送貨服務啦。咁就可以解決佢哋購物時搬運遇到嘅困難啦。到底呢個服務有咩申請資格呢？第一，嚴重肢體傷殘人士，包括大腦麻痹、輪椅使用者、使用呢個助行器嘅人士；第二，失明同埋嚴重弱視嘅人士；第三，嚴重智障人士；第四，自閉症患者。以下落嚟，你應該會問：咁點樣先可以申請到呢個服務啊？只要你去為你提供服務嘅康復服務單位，例如特殊學校呢，攞呢個申請表，社署或者上呢個網填寫申請表格，附上身份證證明文件嘅影印本同埋授權書裏面所列明嘅相關嘅文件，亦都要請提供服務嘅單位，例如展能中心、特殊學校、宿舍等等，填寫附件一嘅證明書。如果冇機構服務嘅，就要有醫生嘅證明。有一點要注意嘅係，屋企人或者照顧者要求送貨嘅時候呢，只可以送去申請表格甲部所登記嘅住址。我哋一般人要買滿500至600蚊先至有免費送貨。咁如果參與咗呢個殘疾人士超市免費送貨服務，咁要買滿幾多錢先至可以免費送貨啊？個答案就係150蚊啦。但係一切都要以超市最新嘅資料為準。有一點非常之重要嘅，就係要申請呢個服務之前，首先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。咁點樣申請殘疾人士登記證啊？你就唔可以錯過我哋另一條介紹點樣申請殘疾人士登記證嘅片啊！